到手。今天看到这个作品，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？每一个人受造奇妙可畏。当我今天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啊，我一直想要怎么把它捏得厚一点，让它可以比较坚固。后来呢，老师却跟我讲，如果太厚啊，你拿去烧的时候它就会裂掉。那我就想说，那我把它捏得薄一点，那会不会比较有好的效果？结果啊，这个杯子它如果太薄，拿去烧一样会裂掉啊！我为什么想，我都觉得我自己的想法实在是太多了。原来啊，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在做这个杯子的时候，老师跟我说，这个杯子有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就是它是一体成型的。我不是拼接的，我是一体成型的。所以当我要捏厚要捏薄，因为它是一体成型，那个奇妙的地方就在这，怎么样烧都会能够烧出来。只是啊，不是靠我自己的想法，觉得我要长得厚还是长得薄才是好看才是漂亮，而是它能不能够经过火的考验。那今天呢，在这个杯子的制作上面，我想我们一起来思考，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是不是我被上帝创造奇妙可畏？在我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我原来就有的一些优势优点呢？那我们也要来祷告，我们是不是常常看到自己生命的缺乏，觉得很难过、很失落？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受造奇妙可畏，手牵手，引导的手。